逐工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逐工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焦挂先。这阵啊吼，心情真好，入要过年啊，世界闹热滚滚。咱今仔日的主题就是立春。哎呦！立春汉字写作立春，罗马字写作罗一立，此温春，立第8条。春第1条，立春差不多拢伫新历2月初3到初5迄卡头，是24节气内底头一个，表示春天来啊！台湾的气候受到中南部的早冬嘛已经咧报黄啊！伫这个节气，咱会拄着过年，有一寡大庙会举办抢头香的活动。伫正月初1子时开庙门，互信徒抢头一个，甲香插点天公炉，来抢规年探天的好运。正月初1开新正，家家户户打春联，人人穿新衫，合家团圆。伫这个新正年头，爱加讲好话，拄着亲戚厝边，也是去甲人拜年。大家拢会互相恭喜祝福，世界拢是新年新希望的景致。初2请囝婿，查某囝转来后头厝，大人包红包，甲囡仔过年。囡仔人摕着红包了后，有的走去买菜光试运气，有的开家伙啊去佚佗，街头巷尾闹热滚滚。俗语讲立春打雷，10处低调9处空。立春迄天，若单雷公，表示陆续会不安，较歹年冬。啊，若是立春无单雷公，安尼刷落来就会好年冬。阁有一句俗语讲：春天后母面，要变一时间。意思是讲春天天气多变化。亲像一个啊欢喜，一个啊生气，情绪无稳定的后母同款。立春抢头香，新正年头后头厝。立春打雷，10处低调9处空。春天后母面，要变一时间。年年春，年年补，年年买车过买厝。焦挂先伫遮祝福大家平安大发财，健康快乐笑嗨嗨。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，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，咱后摆再会。恭喜恭喜恭喜！